受高空反氣旋影響，未來2-3日華南天色大致良好，日間酷熱。同時，一個廣闊低壓區為呂宋鄰近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，預料該低壓區會在未來1-2日於南海中部有所發展，較大機會在本週後期移向海南島至廣東西部一帶，但仍有較大變數。而向廣東東部、福建至台灣一帶的可能性未能完全排除。隨着高空反氣旋減弱，本週後期廣東地區雲量及驟雨增多，高溫天氣有所緩解。而家睇下13號，可以見到呢個13號呢個天氣係比較唔好，但因為熱帶氣旋仲未生成，所以天文台仲未發放嗰啲咩海浪嗰啲。